营连带过去彩团小乡镇嘛对咧落水。除了交通之外，附近的十分冰溪甲情同拢是同款的处境。其中的冰溪有一个称号“天顶的故乡”，每一年拢吸引着700万名游客去观光。但是观光人潮无法度挽救人口外移甲人口老化的危机。目前住伫咧冰溪居民剩4600外个，到2050年人口数会减一半，剩2400个人。为着要来抢救着豆豆咧消失的家乡，一阵搁一阵回乡的青年，正努力咧为家乡翻转新的价值。来看因的故事。伫清静的山谷内，规片的树啊，老阿母伫茫茫啊雨当中，真随意的草草种菜。这是新北市冰溪区，平均年龄51岁外，是全国上老的乡镇。即马就是讲，阮两个老的倒来住山顶，空气较好。啊，囡仔是细，拢到拜六礼拜休困时间才有来。是假啊，伊嘛一家一业的啊。也无出外口，就无当趁食，袂生活。所以遮的人就拢，人数愈来愈少啦。 80岁王坤地是在地冰溪人，甲太太王地金玉少年时拢伫咧炭矿场工作。70年代炭矿停采后，为着生存搬到都市生活，一直到2014年才回来到冰溪蒙古里。但是过去老厝煞拢变样。13岁就去煤矿洗煤了呀。那时候很多人。那时候很多人。一矿就好几百个啦。 71年的时候，煤矿是没落了，所以说人口就慢慢一直减少到现在最少的时候。我们平时都说老人儿童村，就这样，因为看不到年轻人、壮年的，老人家越来越凋零，就后来一直离开的时候，你后继都没人。以后年轻人回来就没有家可以。对，所以要守住这个地方。 今年菜头足少啦。火车站面除了观光客，就是冰溪在地老大人，会当讲看袂到少年人。蒙古里是伫咧冰溪山区，因为人口外移只剩155个人，是新北市人口上少的里。偏向落入少子化、人口外流、地方产业消失的恶性循环，甚至面临灭村的危机。冰溪区已经是全国人口消失排行榜的第4名。 在万谷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小 baby， 而且是实际居住的是零了，因为很多都是在外面，然后户口在这里的。我现在万谷出去读的小朋友几乎真的很少，真的很少，找不到几位哈。3所小学搞不好会合并的个趋势，因为说实在人口数越来越少，所以大家学校都在拼各校的特色。 康乐路的校园传出清亮的乌克丽丽弹奏声音，冰溪区的精同国小一个时代学生有1000多个，随着炭矿的落败，学生快速下降，全校上少捌到21个人。为了发展学校的特色，校方并甲因共同投入资源，精同真侪学生拢会晓弹琴。学校跟社区是一体的，所以学校因为社区而存在。 把学校经营得非常有特色，然后让小朋友、让家长愿意把小朋友送到学校来这样子一个角色，这是我们学校经营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地方。I'm happy to be sad. It's funny when I'm mad. 让大家认识我们，然后就是让大家觉得我们表演得很棒。觉得学生很开心吗？还蛮开心的。 偏向大家印象就是没有什么资源，好像小朋友要学什么、要看什么都经验会不足。但是其实这边还蛮棒，就是刚好老街就有一间乌克丽丽的店，一直会给我们一些乌克丽丽，就直接送我们学校，然后让我们学校小朋友就是他只要想用，他随时都可以拿来玩。 精同国小虽然较偏僻，但是卖当甲城市的囡仔共款，有乌克丽丽的机会。有老师小班教学，乌克丽丽嘛水手拢当摕到，无爱推手就是伊潘良忠甲伊太太林碧霞。这个是什么形状？天灯。对嘛？我们是在哪里？平溪。对，平溪。那这个天灯就是我们平溪的特色。
手工打造乌克丽丽，无定期甲学校合作举办 DIY 教学，伫正东出席潘良中15月开始学做起，累积40多年的经验。50岁以东，带着一身好手艺返来家乡，除了努力推行音乐教育，嘛互乌克丽丽成做地方的特色。将近几啊冬，又选做10大新办好礼，互正东老街铁路边的动情旋律，为宾客带来新商机。因为我是在地人，是在地长大的。我们在这边已经住了6、7代，但我们也是希望说，到年纪这么大了，我们也希望说，能够为自己的家乡能够奉献一点点的小力量，然后又看到这边又没有它的特色，除了说煤矿产业以外然后再来就是放天灯，我们也是希望说给客人一个额外的一个惊喜。找这个在地的店家晚上来制作一些铜碗制作一些其他的一些作品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好在东莞又可以耍甲真欢喜，潘良中若是为乌克丽丽，嘛串联正东老街店家，策划活动制作传统的七套米啊，放伫个街路里免费提供，为山城老街做入新元素，吸引更较侪人调。工作坊的老板潘龙章在2010年就回到家乡来开店，算是返乡的先锋之一，希望让乐器成为当地的特色。而平溪区的其他地方，像是这里是平溪老街，也有一群热爱家乡的青壮年，持续在做社区再造的工作。位伫道边泡地开讲，因是边客技术做成员，一直由边客十分啊，甲正东老街居民店家自发性组成团队，核心干部平均年龄无到45岁，共同守护渐渐变老的家园。家乡的一切，我就觉得说，如果再回忆起来说的话，都是非常的美好。那如果说有一天它消失了，当然心情会蛮沮丧的啦。那尽量做到它不要消失嘛。我们都一直在想办法说怎么样把平溪推销出去，让世界各地的人更多人知道平溪这个地方。刚回来那一阵子，我就觉得平溪店跟店之间就是很冷漠，所以现在的话就是有几间就是互相打招呼啦，然后就互动会比较好一点，先让大家不要那么有距离。那你后面你想要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号召力会比较强一点。我们现在主要做社区营造嘛，把社区营造弄好，然后可以提供他一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他的就学就业不会遇到那么多麻烦，不会因为离开故乡一段时间，他对故乡认同感就变得很薄弱，他自然就会愿意留在这里。边客技术组甲在地居民学校合作，办联欢活动、彩绘布置，甚至自制路牌。社区营造结合在地力量，发挥创意，激发居民热情，唤醒地方认同。当你越了解这一个地方的一个文化历史背景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地方有哪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，那别人没有的，反而是我们自己的宝。还要如何让它能够保存下来？美丽天顶慢慢升空，点点微火照光过边客小店。天顶的故乡风光表面的，山面临人口外流，老化严酷考验。但是这景景辉煌，却是一个落败探空山城，其实只是台湾现况的缩影。完全以社区营造为基础，汇聚在地力量，结合企业资源，政府应该提出更加实际的政策甲蓝图，才会当打造地方特色，重现故乡新价值，抢救家乡消失危机。